县政府举办的花在中华活动，新春期间完全拢无受到这武汉肺炎的影响哦，人数将破60万。民众为着要防疫，会使讲大家拢挂喙罨。就网友群声笑讲，花在中华变做喙罨中华。另外，园区内底呢有一个花卉专区，由北投向龙花来布置，花堆做底，顶头也有花仙子加金元宝，佮再加上用篷布搭起来。啊，毋过，互被民众讲哦，看起来好亲像是个别式共款。浪塘的展示区内底，佮用篷布甲搭起来。伫个中央，佮甲装置一挂花，还佮有一粒爱心。伫个花顶悬，佮有插一仙花仙子含这个金元宝。甲看民众安尼徛伫个展示区内底，鸭腰犁头看来看去，这个画面哪会敢恁亲像伫倒捌看过咧？做很像告别式，真的哦。我在 FB 所以特别过来拍吗？对啊。这个布置造景那亲像是冷冻风格。加上最近是这个大陆武汉肺炎升长到真热闹的时阵，安尼嘛，互民众有加真侪联想出来。很像佛祖哎，阿弥陀佛，也可以说是祈福吧。祈福专哎，啊，你觉得它是具体的话是哪个方面像啊？应该是帐篷的关系吧，天然的比较好吧，不用帐篷吧。这是中华县政府举办的这个花伫中华的活动，其中这个花的专区是北投乡农会来布置的。无讲你可能佫唔知，这是一台行动的花车，看到亲像迄款会当塞叮当的铃铛，煞叫网友甲做另外一款的宣传。因为这个花伫中华的活动，今年入园的人数已经活要60万咯。因为伫遮土地真广阔，啊，这个空气嘛真好，而且佫是免买门票，免费就会当来看。安尼自然就来真做民众过年时啊，拢会走来遮行村看看咧。虽然讲有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不过民众嘛是真爱出门，为着要防疫，大家人嘛是安尼喙罨甲挂条着，就连伫个翕相的时阵，喙罨嘛是无甲绑起来，所以来真做这款挂喙罨咧射花园的特殊景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